根据着卫福部的资料，讲去年伫台湾有摕到第一类心智科身心障碍鉴定手册有超过35万人。全台湾规模上阶段的精神病院，也就是北营的玉里分院，这几10年来用4阶段的职能复健，打造一个在地化的社区式照顾，协助这寡学员等到社区会当家己生活。这成果已经受到国际肯定啊！ 锣鼓闹彩彩，气势旺盛。伫咧台顶表演的秀姑峦鼓队是北营玉里分院捌因为精神方面问题破病的学员。因大部分拢是精神科的病人，主要拢是咱较早讲精神分裂症，但是即马叫做思觉失调症。人讲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像阮安尼。我做到了。 这阵学员的故事也被拍做微电影，记录玉里分院这30年来替心障者打造4阶段职能复健，对于复健中心、庇护工作训练、康复之家到社区家园全部包办。当年协助大约10%康复之家的住民回去社区独立生活。第一个在院内的职能治疗，那去训练他的手眼协调，看他能够做哪些的工作。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到职业复健的模式之前，我们就去媒合看他要做什么职业。一般医生我看到的是救人的命，对吧？啊，这个玉里农院这医生救的是人的生命，还是无共款的物件，迄程度还有内涵更较高。 北营玉里分院是全台湾上大规模的精神病院，今嘛收大约2000人。当年协助大约30位有机会成功复健的学员去康复之家进一步训练，透过全方面的支持，助赞心障者重建生活。包括美国、澳洲、韩国、印度的精神照护专家也拢捌来分院交流，成效受国际肯定。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